辛二世清真寺以摩洛哥前國王哈辛二世命名，係世界上最大嘅清真寺之一。位於嘅卡薩布蘭卡，佢結合咗傳統嘅摩洛哥建築藝術與現代建築技術。清真寺嘅設計由法國建築師米歇爾潘索喺1986年開始建造，1993年完工，寺內佔地十分廣闊，同時間可容納約10萬名信徒。清真寺嘅宣禮塔係世界上最高嘅清真寺宣禮塔，高度為210米，塔頂裝有激光燈，夜間燈光可直射朝向麥加嘅方向。清真寺建喺大西洋海岸邊，部分建築甚至懸在海面上，象徵住古蘭經中提到嘅真主嘅寶座建喺水面上。摩洛哥舍夫沙曼常被稱為上帝打翻嘅藍色調色碟，一座充滿夢幻感同埋悠閒氣息嘅小鎮。山城其獨特嘅藍色建築同埋狹窄嘅巷仔出名，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。最初係一個腓尼基貿易點，後來羅馬人征服，成為當時嘅貿易中心。山城嘅生活節奏比較悠閒，適合放慢腳步，狹窄巷仔漫無目的嘅地散步，感受寧靜嘅氛圍。山城內，當地人編織手工藝盛行，羊毛織品、皮革、染織、帕帕爾圖案係遊客打卡熱點。